苏门答腊岛美拉比火山大喷发，火山灰冲到3000公尺悬，上无是有11个登山客罹难。香港学运头人前香港众志的副秘书长周庭，讲为着家己的安全，一世人都袂阁回去香港。非洲乌干达有一个70岁妇女，人工坐体跨步成功生一对小生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天灾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顶悬的梅拉比火山昨大喷发，这火山灰是冲到3000公尺悬。迄当阵有75个登山客掉伫咧山内。根据今日暗头仔的消息，确定有11个登山客罹难，也有12个人失踪。亲像云共款的火山灰冲到天边，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上湾梅拉比火山拜日下晡向向喷发，火山灰喷3000公尺悬。官方马上发出警戒，要求3公里内居民甲游客赶紧撤离。不过，根据记录，迄时阵有75岁爬山的人受困山内。当局马上派100多个救援人员去敲找，其中49人顺利脱困，拜一个找到3人，不过同时也传出有11人不幸死亡。Tim gabungan sudah berhasil menemukan 3 orang selamat dan 11 orang dalam keadaan Mike Delta dan saat ini lagi proses evakuasi dari puncak ke bawah. Jadi total temuan hari ini。梅拉比火山悬2891公尺，喷发时阵搁咧落雨。有爬山人伫社群媒体抛受困的时阵，全身拢背相片。救援团队目前依然咧敲找其他11个失踪的人。听到消息赶来家属，有人目眶含着目屎，为着求看失踪名单，心内依然有一丝的希望。Yang ditunggu anak kakak yang nomor 2. Jadi berangkatnya hari Sabtu. Jadi ya mendakinya jadi lambe turun kayaknya terjebak lalu ketemu sampai sekarang. 救援人员阁指出，脱困人当中有8人紧急送医，其中有人被火山灰烫伤，1人骨折。火山灰不止散落到其他地区，甚至拖到苏门答腊第3大都市有吉顶期。当局已经发催暗给民众，阁建议挂护目镜保护目睭。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另外一站天灾是非洲的坦桑尼亚，因的北部是当咧做大水，已经有47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当地政府是表示，这死亡的人数会阁增加。大路雨水淹，车辆卡伫堆积的土沙中，公车故障，水势流到真紧，搁带着大细不定残骸同齐冲走。坦桑尼亚北部连续几夜降落大雨，省长首都杜杜马北方大约300公里的卡特市镇，搁有重大死伤，真侪厝甲基础设施也安尼受损。当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出席气候峰会总统哈桑向家属致哀。Lakini nataka niseme kwamba nimeelekeza nguvu zote za serikali。坦桑尼亚当年拢有数万人因为大水受到影响，今年更加是因为性影现象，承受大水引起山崩的冲击。顶个月坦桑尼亚落雨量比往年多，几啊座城市有人死亡，也有农作物风冲走。公视新闻吴伟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警方抓到一个中国籍的女性，涉嫌做假的居留卡，一张卖1万1票。警方是当咧调查伊背后敢有更较大的犯罪集团。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伊斯兰大学的物理学家索菲安塔亚是伊的学术研究去互全世界应用上济届的科学家之一。不过，伊即阵是伫咧假杀，因为空袭过身。英国《泰报》报道，根据调查，英国有2/3的成年人体重伤过重，引起真侪健康问题。有专家就建议政府爱亲像限制食粉同款，限制民众食粪扫食物。沙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纽约有一个查甫人夜倒毒死4个亲人，包含2个囡仔，阁有2个警察去互扑着伤，落尾是去互警方开枪弹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今年的环球小姐冠军是尼加拉瓜小姐，不过伊捌伫咧面册看反政府示威相片。所以讲，尼加拉瓜的政府就指控这选美比赛主办人煽动政变甲通缉。
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这暂时一直攻击经过红海船。昨因是搁社会弹派无人机攻击2只以色列的船，美国军舰卡尼号是赶紧赶过救援，甲3只无人机拍落来。这大冲突是对以海迄边传出来的，这就代表讲中东的其他地区嘛受到威胁，咱全世界贸易嘛受冲击。以下结束停战了后，以色列军队恢复对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攻击，由伊朗辅助的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嘛伫当地吹沙，搁一摆攻击经过红海海峡的外籍商船，佮讲因攻击的拢是以色列的船只。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صباح يومنا هذا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لسفينتين إسرائيليتين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事发的地点曼德海峡是这只红海甲阿丁湾的战略水道。青年运动表示，攻击的团结探索号甲9号商船，因为要查青年运动发出的警告信息，所以分别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美国国防部表示，有3只商船拢总受到世界攻击。挂巴哈马国旗的英国货船团结探索号发出化救的信号了后，伫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就赶去现场，前后甲3只无人机拍落来。另外受到攻击的2只货船是挂巴拿马国旗的9号甲苏菲2号货船。נורו טילים לעבר שתי ספינות סוחר ללא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חוזר עוד פעם שיהיה ברור. ללא שום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ספינה אחת נפגעה באופן משמעותי והיא נמצאת במצוקה עם ככל הנראה סכנת טביעה. 青年运动表示，会针对以色列的船只继续做攻击，一直到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攻击行为。伫过路商船一直受到攻击，嘛，互红海航运面对威胁，真明显的增加。那是青年运动伫11月19控制日本商船，经过日本政府透过中间的国家交涉，暂时嘛表态，真有可能会伫这几天释放船顶的船员。公视新闻台是唐平约。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有真侪学运领袖带头抗议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自由。即阵这阵头人是一直咧受到港府的打压。前香港众志的副秘书长周庭，昨就刊文章，讲家己反正是一世人拢袂阁回去香港。周庭2010年的时阵，因为包围警总等等的罪行，是去互港府掠去关10个月。今年9月，伊去加拿大读册。不过，即阵香港的警方是要求伊月底爱回去报道。周庭就表示，伊若回去是随时有可能会互禁止出境，甲伊护照收起。所以讲，考虑到这局势佮家己的安全甲健康，伊就袂阁回去，等于就是流亡海外。除了周庭，前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到即阵还阁去互港府关押，是已经关3年啊。也若是前党主席，嘛是前议员罗冠聪，目前伊人是伫咧英国，毋过是去互港府通缉。伊伫咧香港的亲人嘛，定定去互警方叫去问话。奉叫做香港民主女神的前香港政治核心成员周庭，12月23日7岁生日迄天，伫社群网站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了后，大概一世人拢袂回去。周庭表示，伊目前当伫加拿大一间大学读册，依照国安法，周庭需要伫12月底第一站回去香港向警方报道。不过经过考虑，包括香港局势自身安全、生理加心理健康状况，决定唔回去香港。周庭伫2020年11月23，因为互香港律政司指控伫2019年6月21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一案，犯下煽动他人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结，组织无经过批准的集会，甲明知影所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会等罪名，互判入监。我亦都有可能係喺今日或者係不久嘅將來，係有一個可能性係要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坐監。當然，我對好多未知嘅未來，包括係嚟緊嘅判決，會有好多唔同嘅不安。但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有好多或者比我哋犧牲得更加多嘅手足們、朋友們。周庭也講判刑10個月，以即賣標準來講是真體系。就算是安尼，監禁期間一直真驚家己無法度出家幸運的，會當佇2021年6月離開監獄。因過心中的驚嚇甲不安一直攏無消息。伊佇2021年6月放放出來了後，真少對外公開露面，閣較無佇社群媒體出現，外界對伊佇香港的動向攏毋知影。周庭稱真家己佇香港因為受到國安法的打壓，得到焦慮症、驚嚇症、創傷了後壓力症甲憂鬱症。
指出，这几年深圳感受到面对行遐的自由是遮尔可贵的物件。伊强调，当初无唔登记香港的打算，也毋过当伊来到加拿大安顿了后，才慢慢啊开始思考。伫做出这摆的决定之前，伊也要12月登记香港的机票，所以伊并唔是调工计划要骗国安处。那有这款的讲法，绝对是唔对的。对于周庭弃保流亡加拿大，香港警方强烈谴责，无按时向警方报道是公然挑战法纪的无负责行为，同时呼吁当事人赶紧打档啊，唔通选择行一条不归的路，一世人判倒犯的罪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来看环境的消息，联合国气候峰会讨论减少排放温室气体，除了这二氧化碳，嘛真注目甲烷。所以讲，就爱算以2020年的排放量做标准，伫咧这2030年进前爱减少3成。这排放甲烷上大号的，就是美国甲中国。经济局算全球的甲烷排放，用国家来排名，中国第一。那平均每一样排放量是美国第一，因为甲烷被认为是暖化指数高达之一，也是同款分量的气体。甲烷造成的暖化效果是二氧化碳21倍，所以被环保人士列为爱严厉监控、各大幅降低项目。Reducing methane emissions by at least 30% in 2030 is totally in line with the global methane pledge, which could avoid over 0.2 degrees centigrade of warming by 2050. 美国新媒体积极配合的气候变迁会议，提到领导地位，各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共款属于排放大号的中国。中国答应的同时，也和美国一个婉转的拒绝。中国开展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控排，不是轻而易举、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经过艰苦的长期努力，开展大量基础工作。自然界的甲烷来源除了蓝地、稻田甲动物的消化过程，上主要就是石化工业当中的天然气。甲烷是天然气当中上重要的成分，是火力发电等能源产业一定爱有的燃料。伫全球能源价格欠悬、带动通货膨胀的时阵，拜登政府极力推动各限制减少甲烷。伫美国国内，互共和党镇压看做是打压石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参加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甲烷减弱宣誓 GMP 的有152个国家，不过除了大部分工业先进国家以外，就美国因讲是排放大户。排放量也正悬的中国、印度拢无参加。伫欧美国家内部能源价格欠悬，带动通货膨胀之下，因得到偌济支持，爱国观察。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这气候峰会是伫咧杜拜举办，当地政府对这言论的管控真严。所以讲有真侪团体就利用真侪国家头人在场的机会，抗议一寡平常时去互禁止的话题。另外，伫咧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嘛有超过2万人行街头，要求要有较侪行动对抗全球暖化。虽然落大雪，不过也是有超过2万人伫西山踮比利时布鲁塞尔大楼顶，要求采取更加侪行动来应付全球暖化。民众手提着看板，顶头写着“无代替星球”的标语，也有立即采取行动。也个为一粒导火地球，强调气候暖化所带来危机。Je dis, on peut plus compter sur les politiques, c'est terminé. Ça fait des années qu'ils ne vont pas là où il faut aller, la protection de notre planète. Comme les jeunes disent, il n'y a pas de planète B, il n'y en a pas. 2015年巴黎协定目标是将全球暖化控制伫咧工业革命了，增加温度摄氏1.5度，来避免发生灾难性气候。COP28 的主席贾比尔讲，已經無法度避免的，要慢慢減少加淘汰石化燃料。但是示威嘅民眾認為，安尼先還佫無夠。I believe that extraction of resources, not only coal, not only fossil fuels, but all kinds of metals and minerals, comes with a grave cost, and we need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is. 目前正伫咧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公約第28遍締約方會議 COP28， 那參加人數創紀錄。伫場外示威的活動也正在這個正嚴格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正罕見的情形。當局開放藍色的區域，有限度溫存抗議，不過若離開這個區域就會被管制。
人权团体批评，伫咧遮受到严密的监控。 From the moment that COP28 participants landed in Dubai, they were faced with thousands of security cameras, CCTV, everywhere in public spaces, inside of buildings, and you are effectively tracked from the moment that you step down in this country. 因若某一寡特定的议题，譬如讲外一路港嘅工作条件，抑个拖欠工资的抗议活动，有关认定是犯罪行为，伫咧得到和解了，就会随被赶出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泰国的传统庆典水灯节顶礼拜拄办煞，真侪人是会甲这5花10色的莲花灯放水流，看起来真水。不过因为莲花灯嘛是塑胶甲蜡烛等等的材料做的，所讲是算是一款污染。这几年都有袂少人改用塑为水灯，哪投影、哪过节、哪顾环保。用莲花灯下关，则轻轻啊放伫水道内底，可以顺水流落去。 泰国当天上届有名的传统庆典水灯节，一礼拜一开始，不少人来到运河边，将各式的水灯放入河内底，祈求神明的保庇甲原谅。不过今年部分地区的水灯是有一寡无共款。相款摇河流变甲色彩缤纷，也过上世界看，飘伫运河顶面的水灯拢是倒影。 这是工作人员甲民众画设了后的水灯图，扫描了后，运用科技所制作的所谓水灯。泰国传统的水灯由芭蕉叶、塑胶抑过香卡、蜡烛再材质组成。这莲花灯互大量放伫河流了后，虽然是真水，也过也造成严重塌掉咧甲污染。所以万国市府近年来也真积极来推动这水灯环保化。 10 or so years ago, it comprised of around 15 to 20% from foam. Now, in the recent years, it's around 5%. 所谓水灯推出了后，已经代替60万年传统的水灯，也那民众是各有因的看法。 และอีกอย่างนึงเราจะได้สืบส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ต่อไปเรื่อยๆรุ่นลูกรุ่นหลาน เพราะถ้าเราไม่สืบสานรุ่นลูกหลานเหลนเราก็จะไม่เห็นแบบนี้ คือประเพณียังคงอยู่เหมือนเดิม แต่ว่าเรามี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แล้วก็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ให้ตามยุคตามสมัย เพื่อที่จะให้การเกิดมลภาวะมลพิษต่างๆเนี่ยมันลดน้อยลงครับ 甲过800万年传统的水灯来比较，所谓水灯的数量犹原无多。不过万国市府指出，少年一代对所谓水灯的接受度真悬，观念会慢慢来改变，因也会继续来推广。 希望大家伫敬神以外，也使减少对环境的伤害。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非洲乌干达有一个70岁妇女，人工坐体破腹，成功生一对上生仔。不过，伊也毋是世界纪录，全世界上侪岁生囝是一个印尼的75岁妈妈。 生产了几工，沙芬娜来到婴仔室探望伊的一对上生仔，看到后生的手抓着家己的手指头啊，伊心中有讲袂出来欢喜，伊直讲这是奇迹。Saya balongo khulu nastuka wanonga vasoko kunkebera ivanganti nyina balongo. 来自乌干达的沙芬娜看起来比实际年纪70岁少年。过去因为无囝儿，逢考试时受到咒诅遭人，所以决定采用人工受孕的方式，利用关键的卵子，甲破肚的精子3年前先生一个查某囝。顶礼拜3佮破腹生一对两胞胎。医生表示，沙芬娜虽然伫31周早产，也毋过囡仔目前健康状况良好。Is that actually the age is just a number. A young woman can also die from complication of pregnancy, and an old woman, if she's fit, can also survive. 沙芬娜讲，伊伫有生的过程，大家拢无看好。那伊的伴侣知影伊会生上生仔的时阵，甚至无到病院来探望，两个人都无过去过面。而且养育囡仔，若是生落来而已。有人烦恼，若讲3岁年纪伤大，囡仔将来可能无人照顾。医生对这点嘛有话要讲。Africa, we live in a community. So I grew up in a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looks after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age. 像是科技的进步，互生育突破年纪限制，目前全球上年长生囝纪录的保持人是今年75岁印度妇女。也毋过考虑到生产风险甲体力健康，参未来的照顾养育，多数妇产科医师其实并无鼓励高龄妇产。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意大利罗马有一间专门为狗仔服务的餐厅，这料理是照狗仔的体重来提供大细分，嘛甲一寡可能会引起贵宾的食材提调，咱做伙来看。餐厅总铺西入来是一个用鸡肉、米饭甲菜色参做伙的健康料理，一盘出来送到人客面头前，因一个一个拢赶紧起来，行到碗的头前，头咧咧大食。
即间伫罗马米尔维奥旧区的美食餐厅开幕到即马才短短1个月，名声已经伫爱高人士之间传出来。伫平常时的暗时，差不多有6到10个顾客上门。伫周末是有加到10到15只狗仔拢来食。È molto buona anche perché quando andiamo al ristorante con lei poi vuole sempre anche mangiare dai nostri piatti, quindi così è tutto più comodo. 虽然讲主攻的是狗仔，毋过食饭气氛一门都无共。柔和的电火、轻松的音乐，狗仔坐好了后，服务生马上向前来问，是要白水卵掺豆仔酱，加起司开灰，还是简单的鱼肉掺起司加节瓜？若脆打用先来1点仔，热红果、西瓜汁，或者选择来啊草鱼、金蕉做成的水果盘。菜单顶悬的物件是根据狗仔体重有无共款的分量。2到10公斤左右是 S，11到20公斤的狗仔选 M，21到30公斤的大型是选 L， 超过30公斤的巨型狗仔就用食 XL。准备过程备料可能诱发过敏的食材，佮有专门为狗仔煮的鱼料理。收费标准是照狗仔大小来定的，为8欧元到20欧元，相当新台币280到700块。È stato creato in modo molto simile a quella dell'uomo, no? Un po' una composizione che chiaramente abitualmente noi possiamo mangiare e chiaramente abbiamo cercato di insaporirlo tramite chiaramente senza spezie, senza sale, senza oli e quant'altro, cercando di renderlo più che mai un pasto un po' bollito per poi riproporlo in una forma un po' gourmet. Quindi non ci aspettavamo questo boom sinceramente e ci stanno chiamando veramente tantissime persone di Roma e di fuori Roma, quindi stiamo avendo un grande successo proprio a livello nazionale e siamo ovviamente stracontenti e siamo contenti di poter offrire questa esperienza ai nostri amichetti a quattro zampe. 人有庆生自产的需求，狗餐厅也提供同款的服务。真公平本来就食鸡卵糕，毋过寿星专属的乳酪饼加瑞克塔起司加苹果，包装真水的生日礼物。这一天上门的寿星鲁比，伊收到是一罐红魔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电影当中，人类是5万以后会当去拔粒星生活，这生活当中有真侪国家正在探索卫星。 不过，这寡发射出去的火箭零件就变做真侪太空粪扫，而且这寡太空粪扫的速度真紧，是庆记的10倍。唔但影响到未来新任务，嘛结着当咧运作的卫星。所以讲，英国就研发一套侦测系统，望是会当更较精准掌控太空粪扫的形状。 人类就是宇宙正大拢无得咧注意，不过即马地球的外围是已经有真侪人类所制作的太空粪扫。欧洲太空总署根据数据模型，有个地球轨道附近大小超过0.1公分的残体，数量超过1亿7千万，1公分以上的至少有70万个。0.1公分就敢若一只狗仔遮尔大，听起来敢若无偌大，不过伊若是用24000多公里的时速伫咧太空中乱飞。 弄到的威力差不多庆记的10倍，若去弄到人造卫星加太空飞行器，伤害是真大。So it's an exponential problem. Debris generates more debris, where pieces of debris start striking other pieces of debris, and they splinter and create more and more. 对愈来愈多太空粪扫，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开第一枪，针对卫星服务商 Dish Network 无合法处理残体，开出第一张太空粪扫罚单，罚金差不多是大票490万。 目前1公分以上的太空粪扫会让人类大家卫星进行追踪侦测。英国的奥丁太空新创企业对卫机测相机研发出装伫咧卫星顶头的轻量探测系统，讲会让侦测到0.01公分飞正紧的太空粪扫。侦测系统的原理是伫卫星外口面板装感应摄影机，根据弄球所产生的声波震动，侦测残体大小加飞方向。As debris strikes these panels and passes through them. And then we have these sensors on the corners of these frames that listen to those vibrations, and then we look at that data and we can analyze that data to tell you how big the piece of debris was, how fast it's traveling, what direction it's traveling in.
即款有感应器的面板会当装伫咧其他的太空船或者是卫星，串联的感应器网络就当提供轨道环境的即时状况。欧丁伫咧6月甲第一批感应器装伫咧意大利的小型卫星发射器，昨嘛正伫咧轨道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